这个道场叫做他力念佛道场，这是印光大师特别给我们末法众生开示的道理。佛陀的一代实教，一代实教，念佛是一个特别的法门，很特别、很特别、特别的法门。你不要把通途的一般修行的方式、普通的修行方式、大众认定的方式来给它套上去，套上这个特别法门，失去了你原来特别法门的利益，你丧失掉，你失去了，这个对你来讲损失很大，损失很大。各位，这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转世的啊，各位对不对？一定不会给咱交代，我们一定在这个年代当中，一定要修行特别法门。特别法门是什么？就是他力法门。他力法门是什么？就是靠佛力。你要靠佛力，因为一般的自力法门，你一定要断烦恼、断惑正真嘛，烦恼全部都去除干干净净，了无遗存呢。一点剩下来都没有，完全不存在。就好比说，我们有一粒沙子了，对不对？很轻嘛，你什么业障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一粒、一粒、一点点、一丝丝，就这么一粒沙子。但是会不会沉下去？你放在海里面照样沉。你要跳脱很难，你一定要做到完全断惑正真。见到本性，各位，你要有这样的程度，要这样子一个修行的功夫，你能够靠你自己了生脱死。师父告诉你，我们跟他赞叹，一定好好的赞叹，他来历不凡呐，深骨铁来呀，就是超凡俗啊，他的铁骨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所以他能走这种自力法门。我们要赞叹，但是到底我们有几位啦？到底有几个人？这个人世间有几个人能达到这种程度？有几个？没有啊，顶多一两个啊！我们的这个是很难、很难、很难的，知道吗？很难的修行。师父所有的法门都接触过了，密法、禅宗。我是临济宗第45代的，我是修行密法16年的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法都接触了，最后我们发现到自己没有力量，自己没有力量，为什么？习气太重了，习气太重。各位，我们对世间看不顺眼，就会懊恼，就会生气啊。对不对？还是一样啊，有这些啊，有这些这一种不好的啊，那些动作啊、想法呀，所以你要彻底的把这些不好的习性完全改变了，干干净净的，很难做到，一般人很难做到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特别法门？佛告诉我们，这种年代只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。靠你信，你念佛就绝对可以往生。你愿意，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愿意，你就一心专念，好好的念佛。佛说：“我不嫌弃你，你心干净还是污染的，我不嫌弃你的。你嘴巴有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你是一个善的众生，我救你；你是恶的众生，念佛，我照样救度你。”所以你看，佛这么慈悲，有这一种特别法门。特别法门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你什么条件都做不到，你什么都不符合这个要求，但是你只要念佛，我叫救你，对不对？就靠佛力，靠佛力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这个道场叫做他力念佛的道场，是专门靠佛力的救度道场。所以我们不能忘记，你看那个印光大师一再的提醒我们。好，这一段呢，师父简单只是把我的心里面的想法告诉大家。